同埋佢話語嘅祝福。我哋一齊祈禱。真係天父，我哋多謝你差派你個愛子耶穌基督俾我哋知道真神嘅性情、真神嘅大愛、真神嘅信實。今日我哋有機會喺呢間教會去敬拜你，係一種嘅福氣。求你幫助我哋珍惜呢個福氣，繼續延續呢個福氣，使我哋成為一個得人如得魚嘅人，令到福音廣傳，令到我哋嘅生命得到福音嘅滋潤。我哋求你俾我哋有耳可聽嘅，今日就留心去聽你自己嘅話語，奉求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，阿門。好，耶穌基督拿起餅來，祝謝了就擘開。耶穌基督顧念我哋靈魂嘅需要，所以去走遍各城各鄉，四處傳悔改嘅道，四處傳天國嘅福音。最後耶穌喺十字架上邊捨生流血，為世人嘅罪，為你同我嘅罪付上贖價。耶穌基督使我哋嘅靈魂甦醒，佢使我哋重投天父嘅懷抱，成為貴重嘅器皿，君尊嘅祭司，聖潔嘅國度。靈魂嘅需要好重要，但係好多人覺得實際啲得唔得呢？咁抽象講靈魂，我哋嘅神喺邊度啊？如果你俾我睇到佢，我就信啦。啊，呢個神咁巴閉，咁神奇嚇，咁眷顧我哋。如果喺個天度咧跌啲嘢落俾我食咧，我就信佢啦。Well， 我成日都話咧嚇，信不信由你。但係經過咁多年，50年啦，作為一個基督徒啊，20幾年、40幾年嘅侍奉嘅生命，我話我哋唔到我哋唔信耶穌基督係真神，係真神。佢道成肉身嚟到呢個世界，有血有肉，有血有肉。佢同世人認同，佢有人嘅生活，有人嘅性情。哥羅西書2章15節話：愛子係那不能看見嘅神嘅真像。見到耶穌基督就見到神啊嘛。約翰福音1章18節，從來沒有人看見過神，但係見唔到神啊！但係神係個靈啊嘛，亦都係藉住耶穌基督，只有在父懷裏嘅獨生子耶穌基督，將神顯明咗出嚟。約翰福音1章14節，道成肉身，住咗我哋中間，住在人類中間，充滿有恩典有真理。佢嘅榮光就係父獨生子嘅榮光，亦都係父神本身嘅榮光。喺第1世紀，伯利恆、拿撒勒、加利利、迦百農、耶路撒冷，即係現今嘅以色列、巴勒斯坦一帶嘅地方，千萬嘅人見過神耶穌，摸過神耶穌，受過神耶穌基督種種嘅恩惠。喺加利利海附近嘅伯賽大城郊外嘅荒野，群眾餓到冇嘢食，因為聽到啊嘛，聽到由朝聽到晚啊嘛。耶穌擘餅，本來5個餅，但係越擘咧就越多嘅喎。淨係嗰次已經有5000人嚇，淨係男嘅計埋女嘅咧，大約1萬嘅人啊，同埋細蚊仔嚇，親眼目睹耶穌嘅風采，神嘅風采，親耳聽到神耶穌嘅聲音，親口食到從天跌落嚟嚇，或者從天變出嚟嘅食物。整本聖經記載過大約160個神蹟，而耶穌行過聖經記載大約40個神蹟，記載喺4本福音書裏邊。唯一個神蹟，今日我哋所讀嘅神蹟，同樣一齊記載喺馬太、馬可、路加、約翰福音4本福音書裏邊。唯一嘅神蹟係4本福音書都有記載嘅，所以係一個非常重要嘅神蹟，5餅2魚嘅神蹟。馬太福音，耶穌聽見了施洗約翰被斬首嘅壞消息，佢心情好傷痛，獨自退到野地裏去。但係好多人跟住耶穌，追住耶穌，耶穌就憐憫佢哋，同佢哋講道，直到天黑，大家都餓啦。耶穌就用5餅2魚餵飽5000個男人，未計婦女同埋孩子在內，食到飽晒，食唔晒，執埋，仲有12個男子嘅 left over。
馬太嘅記載。馬可睇到少少嘅分別嚇，馬可提到一幫幫一排排 groups 就 sit in groups 用英文嚇，咁坐定定成1萬個人喺草地上邊領受聖言、領受祝福。路加嘅記載好清楚，呢個瘟君嚇，呢個瘟君希律咧妄殺無辜，將上帝正義嘅僕人施洗約翰斬首示眾。馬可亦都指明耶穌行神蹟嘅城叫做伯賽大，耶穌嘅事工係要講神嘅道，醫治嗰啲需要醫治嘅人。約翰福音啦，約翰將重點擺喺2個門徒腓力同埋安德烈嘅身上。佢指出5餅2魚係來自一個孩童，嗱好得意咯喎！聖經和合本翻譯咧就話5個大麥餅2條魚，但係如果你睇英文聖經 NIV 咧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咧就係記咗係5個 small barley loaves and 2 small fish。咁究竟係大餅咧定係細餅咧？咁我哋無從稽考嚇，亦都唔係一個重點。重點係啲咩嘢咧？重點係耶穌拿起餅來，祝謝了。耶穌分餅分魚，成1萬個人食到飽，食到夠，食到食唔落嚇，仲有得剩。耶穌話唔好嘥，唔好浪費，唔好糟蹋嚇，用糟蹋一個好強嘅字眼，要收拾擺落 take away 嘅籃子。眾人見到耶穌所行嘅神蹟，知道耶穌非同小可，佢哋要強迫耶穌作王。喺約翰記載得好清楚嚇，前因後果，要耶穌作王，耶穌拒絕咗。耶穌本來就係王啦，耶穌本來就係神啦，佢嚟到呢個世界係要做一個卑微嘅罪人啊嘛，而家唔係做王嘅時候啊嘛。耶穌作為一個罪人嘅救主，去拒絕咗，佢唔需要世人嘅恭維，唔需要世人嘅擁戴，唔需要世界嘅 popularity。No, I don't need that。耶穌就獨自又退到山上去了。諗下耶穌當時嘅心情啊！如果你啱啱先有親人或者親愛嘅弟兄姊妹離世，你嘅心情係點樣樣啊？嗰陣時候，耶穌嘅心情係好憂傷、好哀慟，去悼念緊佢自己嘅表哥施洗約翰被人斬頭，無端端斬頭示眾，係一個好羞辱嘅事情，係一件好悲慘嘅事情。當耶穌見到冇人冇好人冇好報，忠心侍奉上帝嘅人，忠心侍奉上帝嘅人，可能係你，可能我，竟然俾邪惡奪去寶貴嘅生命嘅時候，耶穌感到非常嘅沮喪，非常嘅可惜。當耶穌自己係受長寸斷嘅時候，耶穌仲要去教人、醫人、幫人、救人。耶穌用佢自己傷痕累累、滴滴鮮血嘅手拉我哋一把，擺平我哋嘅憂傷，拯救我哋脫離兇惡。A wounded healer， 大傷侍奉。我知道，我見到，我聽到，我做過好多嘅牧師、傳道人、宣教士、愛主嘅弟兄姊妹，帶住疲倦嘅身體，孭住生活嘅重擔，但係靠住主嘅恩典，去將自己嘅憂傷痛苦擺埋一邊，繼續笑面去侍奉，繼續努力去預備主日學，幫手買餸煮飯，去探訪，去關心其他人。我為呢啲嘅弟兄姊妹，我為 Tima 坐喺度，頭先企喺度侍奉主嘅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哋係一個 wounded healer， 係一個 wounded minister， 係一個 wounded 嘅同工，或者係一個侍奉主嘅弟兄姊妹，我為你哋感謝主，為你哋感謝上帝。耶穌基督即使係面對死亡，佢用佢釘痕嘅手擘餅，祝謝餵飽賜福俾千千萬萬嘅群眾。上帝無窮嘅豐盛，上帝嘅豐盛係大過我哋嘅缺欠，
上帝嘅豐盛係可以填滿我哋每一個人嘅缺欠同埋空虛，無論係物質嘅缺欠、屬靈生命嘅缺欠，只要我哋謙卑咁去求、謙卑咁去等，上帝嘅豐盛總會臨到我哋。上帝嘅應許，上帝好多寶貴嘅應許，我哋要睇聖經，要讀聖經，要查聖經，要背聖經，要用聖經。以弗所書3章20節，上帝可以照住運行喺我哋心裏邊嘅大能大力聖靈嘅工作，充充足足咁成就一切，超過我哋所求所想嘅。腓立比書，我嘅神佢一定會照佢榮耀嘅豐富喺耶穌基督裏邊，使我哋一切所需用嘅不單止充足，並且有餘、有剩、有 left over。我哋除咗感恩，還是感恩，並且要將榮耀歸俾我哋嘅父神，直到永永遠遠。邊個喺香港嚟㗎？呢度邊個喺香港信主㗎？邊個聽過滕近輝牧師㗎 ？Good， 滕近輝牧師話過：我哋向後望係恩典，我哋向前望又係恩典。我想加多兩句：我向左望又係恩典，我向右望又係恩典。我看見你哋嚇係男嘅係女嘅係老嘅係少嘅，都係充滿主嘅恩典。9月19號好特別喎，有咩咁特別啊？阿 Ben？你生日啊？你結婚週年啊？唔記得咗添，提醒大家啦嚇！2026年喺9月19日，我哋一齊去聖 Paul Cathedral。我希望我仲喺度啊，因為我 plan 緊去加拿大嚇，我唔知道嗰陣時去咗未嚇。牧師咧，張牧師啦，我先生就話：哎呀，唔走得住啊，我哋要留低參加咗嗰個 consecration 先咁樣。我話唔知啦，睇機票點算啦。如果太貴嘅時候咧，我哋嗰陣時平機票要走就走㗎啦，唔該你嚇。Sorry 啊。Ben 法正牧師會被祝聖成為 Melbourne 第一位嘅華人中國主教，中國人主教。我哋話恭喜恭喜啊！我哋話感恩感恩。我哋話唔單止啊 Ben 牧師係光宗耀祖啦，真係嚇。你屋企出過咁嘅名人聖人未啊？真係光宗耀祖啦嚇，同埋咧係為華人爭光嚇，真係為華人爭光，為華人去做好多祝福幫助嘅工作。最緊要係榮耀天父。平凡嘅建築物被祝聖成為一間教會，平凡嘅小杯小餅我哋領聖餐嘅時候會成為聖餐嘅屬靈嘅飲食。平凡嘅5餅2魚被祝聖咗之後，成為一排排、一幫幫坐喺草地上邊，由朝聽到晚，飢渴慕義嘅人嘅豐富糧食。經過祝謝、祝聖、祝福，奇蹟就會出現。平凡會變為不平凡。主教要承擔更大、更多、更重要嘅聖工。5餅2魚大量繁衍倍增。multiply 一個人嘅食物可以變成1萬人嘅食物，證明我哋嘅神係何等偉大，何等高超。呢個係乜嘢教乜牧師？你又識唔識咧嚇？呢個係 Crossway 浸信會嘅 Tim Pice 牧師嚇。Tim Pice 牧師喺佢最近一個聚會講道嘅時候咧，佢講到耶穌基督俾我哋嘅大使命啊，我哋要去使萬民作主嘅信徒。Pastor Tim 話：所有嘅基督徒都應該係 multipliers。What are multipliers？ multipliers 就係話我哋要 multiply， 我哋要好似細胞咁分裂，我哋要傳福音。一個人信主，令到更加多人信主，俾好多人都信主，得到福音嘅好處，一傳十，十傳百。我哋要大量咁去繁衍，多啲嘅 Ben 牧師咁嘅人才嚇，多啲 Ivy 牧師咁樣嘅人才嚇，多啲你哋咁樣嘅人才出嚟嚇，去做主嘅
工作，去做主嘅福音工作，令到遍地開花嚇，好多嘅教會，好多嘅基督徒，好多榮耀上帝嘅事工，好似 Tim 啊、直堂咁一間又一間嚇 ，Boleyn、Graythorn、Templestowe、Blackburn， 耶穌侍奉嘅能力，耶穌承擔壓力嘅能力喺邊度嚟㗎？我哋侍奉有壓力，我哋侍奉需要能力喎，喺邊度嚟㗎？在於佢開始嘅時候，獨自退到野地裏去；結束嘅時候，佢獨自又退到山上去了。道成肉身，成為人子，耶穌與人類認同，佢以身作則，俾我哋知道一個好重要嘅道理：得力在乎平靜安穩啊！獨處安靜親近上帝嘅重要係幾重要？獨處親近上帝係幾重要 ？Retreat 退下來，參加一啲退休會 ，withdraw 避開下，刻意咁放低手頭上繁忙嘅工作，刻意咁去躲避一下嗰啲令我哋頭痛嘅人嚇，或者嗰啲令到我哋飄然嘅人，令到我哋哎呀真係咧眉飛色舞啦，覺得自己真係好了不起啦，我哋真係好巴閉啦嚇。我哋安靜一下，反思下自己幾需要上帝，幾需要聖靈嘅能力，我哋幾需要去自己去進修自己。2年前我唔單止係 retreat 嚇，我係 resign 啊，我係直情去停低我好忙碌嘅侍奉工作，我要 step down 啊！嗰時真係 step down 啊，做咗咁多年咧，我要 step down 做乜嘢啊？退位讓賢。我要退隱江湖嚇，我哋要退隱江湖咧，從一個 observer 嘅角度去睇下。我哋有陣時喺做局內人嘅時候，我哋做下局外人去睇下教會嘅問題，睇下教會嘅需要。我要退下來，好好休息，好好反思，好好重整自己嘅屬靈生命。退下來，但係之後咧又要點啊？豁出去啦！我哋要 reset 下自己先，重新去設置下自己嘅位置啊！我哋嘅崗位，我哋嘅生命，我哋重新要校正焦點 ，refocus。究竟我哋係咪真係望住耶穌基督嘅十字架？係咪傳講耶穌基督嘅救恩？係咪高舉上帝嘅話語？我哋要 reignite。啲火好似熄下就熄咗㗎啦嚇，我哋會 burn out 㗎啦嚇，做下就太攰啦嚇，所以我哋要休息，重新去俾主喺我哋生命當中去燃點我哋去愛主同埋侍奉主嘅 passion 熱誠。準備好啦，休息夠啦，睇到乜嘢啊？睇到莊稼熟了，要收嘅莊稼多，要做工嘅人真係好少。當我離開咗聖公會聖 James， 去好多唔同嘅教會去侍奉，去見到弟兄姊妹嘅需要，聖公會內外啊，真係內外啊，都唔夠人手啊，都唔夠牧師。所以今日我喺呢度講到，阿張牧師喺 Q 浸信會講到，下晝去喺華恩堂講到，我自己下晝又去 Notting Hill 嘅主恩浸信會去幫佢哋開執事會啊，因為佢哋冇牧師，因為佢哋冇人講道。因為佢哋唔夠人手，我前2日去咗聖 Edward 先嚇探下 Wanda 牧師傳道人啦嚇，咁佢亦都講到喺 Blackburn 新建立教會嘅需要，好需要人去幫手嚇，咁我幫下口啦，我話幫下口少少講下道啊，即係幫下口去為你哋祈禱都得嘅嚇。唔夠人手咁點咧？我哋就要努力咯，要豁出去咯，我自己要重出江湖咯，唔知做乜嚇，做乜嘢啊？做一個餅仔，做一個魚仔，唔好諗到自己咁偉大嚇！我只求主睇我係好似個小餅，一個小魚去餵飽一啲有需要嘅愛主嘅或者需要主嘅弟兄姊妹，求主祝福使用，我哋一齊祈禱。天父上帝，我哋再一次去承認自己嘅謙卑、自己嘅卑微、自己嘅冇用。我哋再一次需要聖靈嘅充滿，我哋需要去被主你嘅愛去提醒我哋何等不配，今日成了何等嘅人，都係主你自己嘅恩典，都係主你自己嘅恩惠。我哋點樣將福音廣傳？我哋點樣去首先自己享受福音嘅好處？有陣時我哋做基督徒做到好攰，我哋根本唔明白點解要侍奉，只係為侍奉而侍奉。我哋要明白，為咗主你嘅愛。我哋去將你嘅愛去傳揚，我哋首先要經歷你嘅愛，經歷你自己嘅恩典，去感謝你自己一切手上喺我哋生命當中嘅工作。求你祝福 Ben 牧師、Ivan 牧師、
好多嘅同工，好多嘅弟兄姊妹。我見到呢間教會有主你自己嘅靈，有主你自己嘅使命，我為佢哋獻上感恩，求你自己大大嘅祝福使用。我哋多謝你，祈禱交託，奉賴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，阿門。